台南市議會23日在議會大廳舉辦新春開工團拜，由議長區里里、副議長林志典、議員郭鳳儀、柯志春、余柱清、李文俊、周家偉、朱振軒、林美燕、林彥竹、方一峰、黃麗嬌、王家珍以及參陪亞等議員出席，向同齡以及市民朋友拜年，祝願大家在新的一冬平安健康，市政推動順遂。今天是115年我們台南市議會新春的開工。那今年呢又是馬年，先祝福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馬年馬上幸福，馬上賺大錢，馬上平安順利。那麼今年對台南市議會也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一年，因為今年呢，我們所有的議員先進呢都要尋求連任哦。那麼我們也希望說，我們每一位現任的議員先進能夠順利的連任成功。那台南市議會在今年呢面臨就是選舉跟這個預算要提早審查的這個挑戰哦。我們希望跟台南市政府之間也能夠一個非常好的默契，我們能夠在時間內把116年的預算能夠完全審核完畢。那再一次的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加油！市長韋特也率市府一級主管出席議會團拜，希望在新的一冬政通人和，府會和諧，共同為市政來打拼。團拜的意義就是避免個別再去串門子拜年，提高行政效率，這是最好的。那所以呢，我們也都把握好時間點，一方面祝賀的心意到了，一方面又不會影響公務。所以呢，非常謝謝議會邱議長、林副議長，所有各位議員同仁。在接下來我們2026希望能夠做得更好。那因為大家今年有接下來有很多的活動，3月1號馬上就有古都馬，然後馬拉松，然後這個2月26號就有台灣國際蘭展的開幕，所以活動一個接一個哈，所以歡迎大家。議長區里里表示，新的一冬代表新的開始，伊也祝福所有議員以及同仁馬到成功，心想事成，也感謝黃偉特率領市府團隊努力推動台南的市政。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